各位朋友，大家好。咁就呢幾日咧，其中一單最大嘅新聞就係琴日富途咧就話俾中證監去罰款啦，咁樣係啦。咁但係而家我哋淨係掌握到某一啲資訊啫。咁相信咧富途呢間公司咧問題唔大，只不過咧係追收翻佢以前一啲罰款，同埋咧佢以往咧而家有13%咧嘅資產咧係來自國內嘅客戶。咁當時咧真係有呢啲咧喺國內嘅身份證咧開咗咧富途嘅戶口，而有一啲資產咧就係投資咗喺海外或者港股嘅，唔係透過正常嗰個港股通咁樣。咁但係而家已經冇㗎啦，即係冇再開新戶口。只不過呢啲咁嘅資產咧，可能係未來嘅2年咧有2年嘅緩衝期咧，可以俾佢咧係賣貨，唔能夠再賣嘅，係啦。咁就富途都應該會有啲罰款啦。而家就我琴日睇到資訊好似10幾嗱，呢個但係未 confirm 嘅，係啦嚇。咁呢個罰款係包括過去2年咧透過呢啲咁樣嘅海外呢個非法戶口去到投資嘅收益之外咧，另外仲有罰款嘅。咁呢個富途嘅主席李華咧，咁都罰咗百幾萬嘅。咁呢個我會再同大家跟住，因為而家費事講得一啲又唔講另一啲咁樣，係啦。咁不過咧就我覺得相信都係罰完就算㗎啦，係啦。因為而家富途好大部分嘅業務咧都唔係來自國內㗎啦，其實大部分香港啊或者而家新加坡啊、美國啊、日本啊、馬來西亞都有富途嘅分行，即係有啲分店嗰個叫 Momo， 咁都做得好好嘅，其實都同埋新西蘭咁樣。咁所以我自己睇就係一個政策嘅風波。咁但係大家預咗買中資股咧，都會有遇到咁嘅問題啦。好，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唔係講富途，係講咧近日咧最炙手可熱嘅主題就係半導體啦。咁喺香港上市嘅半導體 ETF 咧，主要有4類，一個係亞洲嘅半導體，一個環球嘅半導體，一個咧係台灣嘅半導體，一個係中國嘅半導體。咁我哋睇翻咧，如果比較耐少少咧，3119我哋喺嗰個懶人組合嗰度咧，我哋都有講呢隻嘅 ETF 嘅319咧，就係亞洲半導體。咁佢嗰個咧主要嗰個持股嘅組合咧，都係台灣啦、韓國啦。嗱，台灣最多，第2日本，第3韓國，中國就2成係啦。咁呢4個地方就佔最主要啦嚇。咁而呢度咧，佢就買咗40隻股票嘅。咁頭嗰10大咧，或者睇頭5大啦，海力士第一14.28%，佔個比例好高。三星10.91%，聯發、台積電都差唔多佔10%，同埋東擊、威力、科創、Sony。咁我哋睇到咧，頭嗰10大咧，大部分咧唔係韓國就台灣，唔係荷蘭就台灣就日本。中國咧係佔好少嘅啫，得2隻漢武紀同埋蘇州東山精密。嗱，呢2隻我哋見到都唔係香港上市嘅。咁所以咧就真係買國內嘅半導體咧，反而係買 A 股係比較理想嘅。咁另外仲有啲咧其他啦，有香港上市嘅中芯啊嗰啲啦，係啦，但係都唔多嘅。嗱，我哋見到唔係太多係香港華虹半導體啦，主要係其實呢2隻嘅啫，其他嗰啲全部唔係台北，有啲就國內啊、上海啊咁樣，係啦。咁好啦，呢度就係第一隻3119亞洲半導體，主要係台灣、日本、韓國同埋中國 A 股為主嘅。好啦，跟住咧有隻比較新嘅就係3486易方達So Active 嘅亞洲半導體精選指數。咁呢隻咧佢買嘅股票咧31隻，少啲嘅。咁我哋睇翻佔得最多 ASMPT 呢個唔係話 ASM 嗰個即係荷蘭嗰隻 ASML 喎，係香港嗰隻 ASM 太平洋喎，好即係上咗市好耐啦，應該52我記得 number。跟住華虹半導體，跟住先海力士嘅啫，即係頭嗰2隻咧反而係港股嘅，跟住台積電係佔10%，跟住中芯就佔得多，潤喜啊瀾起呢個都係香港啱啱上市嘅，海力士佔個比例好低，跟住兆易創新啊、英樂賽科都好似 A 股嘅呢個係，東京威力啊咁其他，咁即係話我哋就咁睇呢個同樣係亞洲半導體，但係呢個咧中國嘅比例就佔多咗好多，同埋咧佢係冇日本嘅，我哋睇翻。都係好少，睇錯咗。頭先我噏咗個東京係啦，日本係佔好少，反而香港係佔得多嘅。咁所以就話，如果買呢隻咧係比較睇好香港
嘅半導體公司，小米都有，但係近排表現好差啦。騰訊都有喎，原來係啊。咁所以咧就我自己覺得就冇咁中意呢隻嘅，除非大家好睇好中國中資嘅半導體股啦，同埋特別港股啦。咁好啦，跟住咧台灣核心半導體，咁顧名思義咧，一定呢隻全部就係台灣公司㗎啦嚇。咁就佢嗰個呢個佢買嘅股票都係，我諗呢個都係廿零隻到啦嚇。係啦，30隻持股咁上下，30零隻到嘅。我睇翻係啦，31隻。咁咧佔最多台積電22%啦，咁台積電即係佔得好多。跟住聯發科，跟住就鴻敬、全新呢啲都唔知咩公司嚟㗎啦，都唔係好清楚啊。咁總之咧，呢個就比較集中喺台積電嘅，佔20%。好啦，跟住到中國半導體，咁顧名思義咧，一定係淨係中國㗎啦。咁呢個咧都上咗市都長長地嘅，就係喺呢個2020年嘅，即係話佢哋而家都有成差唔多6年時間啦，起碼超過5年。好咁就我哋睇翻佢嗰個嗱，都係 A 股為主嘅嗱，10大都係 A 股嘅。其實我哋睇翻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半導體公司咧，反而即係韓武幾就有中國呢個NVIDIA 之稱嘅嗱，唔係叫大家買係俾大家知道。好啦，最後一隻頭先3191富邦呢隻咧就係我都唔係好記得個冧3076呢個就之前成交好少嘅，但係而家成交多咗好多，因為近排台灣個股市犀利，咁好多人就直情買呢隻啦嚇。係啦，咁最後呢個環球咧不嬲都有講，都係好核心表現得好好嘅。係啦，咁咧就係3132，咁咧佢就係顧名思義就環球性持股嘅，佢揸20隻股票，都係環球應該係最大嗰啲半導體公司。我自己就最中意呢間嘅，係啦，咁睇一英偉達嘅台積電啦，跟住三星電子啊、美光啊、超微半導體啊、海力士啊，即係呢最大間呢，佢都比較平均嘅。你見到係英偉達、台積電、三星電子佔得多啲嘅。咁其他都係比較分散少少嘅，同埋咧都係主要咁講美國、台灣、韓國同埋有啲歐洲，即係阿斯麥嗰啲就歐洲嘅。好，咁我哋講咗呢幾隻之後咧，睇下表現嚟。我哋睇翻過去1年嘅表現先啦。如果1年嘅表現咧，大家好接近嘅嗱，我哋睇翻呢個橙色呢個係最高啦，3119啦，跟住咧就深藍色就3132啦，跟住藍色就3076啦，咁佢哋咧你見到如果佢1年咧都差唔多升超過咗100%，百幾個 percent 啊，係咪好接近180%啊？跟住第三個隻咧，第四嗰隻咧就係黃色啦，就係中國呢隻啦。咁易方達嗰隻咧，因為上市冇幾耐啦，咁佢都係升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咧1年都升咗3倍以上㗎啦。好啦，如果我哋睇翻咧3年嘅回報咧，仲誇張，差唔多。如果係藍色3132嗰個咧，升咗接近4倍。呢個 GlobalX 亞洲咧都起碼升咗2倍。咁跟住咧富邦嘅半導體都差唔多接近2倍，係啦。咁跟住咧先至到咧中國嘅，咁就弱啲啦。咁我諗都可能係都唔知有冇1倍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就易方達嗰隻就新啦咁樣。咁我哋睇翻下邊有個簡單嘅比對，過去咧3年咧嗰個如果係三星呢隻咧3132咧，過去3年平均每年升66%。咁咧亞洲3119咧過去3年升咗52%。富邦呢隻咧冇乜成交，但係其實佢都有翻咁上下時間咧。都升咗51%，咁呢個咧3191咧就升咗咧係29.22%，過去3年，咁都係明顯跑輸咗亞洲啊、環球嗰啲或者台灣啦。過去5年咧每年得10%嘅啫，係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累計嘅回報率咧3132咧升咗3倍3年，3119咧升咗257，台灣升咗244。
中國咧升咗115，係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就係嗰個表現嚟講咧，就係呢個3132嘅表現咧係明顯咧係相當之強橫嘅，係啦。咁所以如果嚟講咧，當然你話咁佢都係3年啫，咁中國好似長啲喎。但係如果我睇翻環球喺美國上市嘅半導體 ETF 嚟講咧，都係環球係做得最好，跟住去到亞洲，跟住台灣，跟住咧先至去到中國嘅啫。因為你睇翻過去5年，佢每年升得個10%，即係話中國嗰個半導體咧，其實都係呢2-3年先開始呢個表現比較好，但係別人嚟講咧係已經跑贏咗你成倍嘅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初步我哋去揀呢個半導體嚟講嘅一個初步嘅一個比較咁樣。咁我自己就中意環球嘅，費事你集中個地方，因為其實你台灣係淨係主力係買台積電，你係韓國你主要係買三星同埋海力士。咁即係其實如果嗰幾隻死咗咧，咁你成個組合就瀨晒嘢㗎啦。但係咧，如果呢3隻死咗咧，喺環球嚟講咧，都可能係佔10零20%到嘅啫嚇。咁但係我哋頭先睇到環球都係美國為主嘅，然後先至台灣係1-2隻啊，韓國係1-2隻啊，中國都冇嘅，係啦。咁歐洲都有一紮咁樣，或者日本都有。咁所以就比較分散。咁所以我自己嚟講咧，如果我哋係叫做小注長期持有，覺得半導體係一個長期都係對 AI 嚟講一個好重要嘅產業咧，咁我自己覺得3132係比較理想嘅。今日分享嚟到呢度，多謝各位收聽，請大家 subscribe、share、comment、like，thank you。